勇士 icon 冷少，请开始你的冒险。很轻松啊！哎，果然就是闯关的时候还是很清醒的。人家是重在行动，而少之语言，不需要太高调。冷少是现在英雄联盟职业人气选手，2022 LPL 夏季赛5次 MVP， 打职业以前以国服第一狐狸称霸路人局。哇，他表现得不错，对，非常迅速，现在已经争霸了我们的圆珠骑士了。给人感觉到今天就低调出场啊。坐上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果然是不好好打职业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冷少。哎，每一关都过得非常气定神闲。好，稳住。可以。连闯2关来到此路烫脚。哇，对他来讲真的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语言，而需要行动。这一点来讲，我看冷少表现得非常好。哇，他速度好快。哇！陷入了陷阱里，而且还掉装备了。现在要发表一下感言。等会儿再说。非常言简意赅，果然是霸道总裁。哇，真棒！在采访中被提问最想被粉丝以怎样的方式认识，他答：我是古灵精怪的小鱼人。目前就是以水产品自称的都回归大海了。哇，不错，扒住了啊！好，有惊无险。接下来他将踏上信仰之月。哇，非常好。你看他并没有感觉到他这几步迈得很轻松啊，非常轻松。哎，哇，非常帅气啊！在你面前，门冰箱在向你招手。对呀，最后的一个关卡，激流勇进。电竞赛场上能够打龙200多次，在这赛道上拿下恶龙，那不是什么问题。看来他在直播中放话必登顶，必拿大冰箱，是预言呢。看这个恭喜冷少，爱空冷少这体能还可以再冲一次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觉得在闯关过程中哪一关的难度是最大？感觉前面那个猪难一点，然后那个棒棒糖难一点吧。OK， 有什么建议要给到你的队友？不知道，他应该能过。好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代表广大粉丝问的，就是你觉得闯关技巧更重要，还是长得帅更重要？他应该长得帅重要一点。啊，那你已经成功了，恭喜冷少！这个是属于你的冰箱。快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勇士 icon 冷少，人狠话不多，以恶龙之血祭我大